大家好啊！歡迎大家今個晏晝咧就嚟到我哋呢個講座。咁呢個講座咧係由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同埋香港歷史博物館合辦嘅一個中國研究系列嘅講座。咁我係鍾謙啦，係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嘅課程主任。再一次歡迎大家嚟到呢度。其實我哋呢個講座咧係上個禮拜開始㗎啦，上個禮拜開始連續5個禮拜喺禮拜六晏晝呢個時間咧都會有唔同嘅講題嘅。今日咧我哋嘅講者咧就係我哋大學政治國際關係學系嘅老師黃偉國博士。黃偉國博士咧就喺學系都有一段嘅時間啦。咁咧佢係專注咧香港同埋台灣嘅研究嘅。咁研究嘅範疇咧就包括文化政治啦、網絡政治啦、身份政治啦、社會同埋政治運動啦、青年政治、青年政策、教育政治等等。佢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嘅講題咧就係呢度啦，中港關係嘅前世今生。我將時間交俾黃偉國博士。各位市民午安。喺我正式開始我今日嘅講座部分之前，或者我先做一啲鳴謝工作啦。因為我諗搞今次活動本身，無論係中國研究課程嘅同事，或者甚至課程主任咧，都諗咗好多，花咗好多心思或者方法，去到令到成個活動能夠係順利進行嘅。咁當然第一樣嘢先係鳴謝我個師兄啊，總編啊，第一屆中研嘅呢一個畢業生啦咁我自己咧就係第3屆94年畢業嘅嚇。咁然之後都好鳴謝我哋課程課程即係中研課程辦公室嘅2位好年輕貌美嘅，又好幫得手又好做得嘢嘅同事啦，林林啦咁樣嚇。咁有一位同事唔好意思啊，唔記得啲名唔好意思嗱。咁因為都要佢哋呢5個禮拜都要開呢個 OT 啦，嚟到呢一個歷史博物館啦，去到搞呢一個會議活動。咁講翻少少關於未正式開始之前啦咁都做少少宣傳啦。咁其實嚟緊嗰幾個禮拜咧，我哋中國研究課程相關嘅一啲老師或者教授咧，都會就住一啲香港、中國或者相關議題咧，都有啲講座。咁其實都希望大家透過呢啲咁嘅活動啦，進一步了解過程啦，又或者進一步了解而家香港發展嘅情況，又或者甚至進一步了解我哋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無論你可能有興趣，你哋嘅小朋友或者在座應該好多都係小朋友，你小朋友或者啲親戚嘅小朋友諗住報呢個本科課程啊、聯招啊，又或者可能在座啲朋友諗住讀碩士嘅，我哋都有呢一個中國研究碩士課程嘅。咁我都已經交咗功課，話晒廣告啦，已經係。好啦，咁言歸正傳啦。今日講題叫中港關係嘅前世今生。咁因為我知道有朋友想睇嗰個PowerPoint啦，咁所以我就今次就好破例，就坐喺度講，因為其實平時都係企喺度做一個講授為主。第一樣嘢就係、其實今次嘅講座本身，我自己點解會諗呢個課題？第一樣嘢其實我自己成長過程，譬如話我好記得，我咁當今日講故仔咁樣咧，雖然都係一個比較嚴肅嘅一個課題，咁但係其實都係同可能大家成長嘅一個過程有關。咁我好記得就係我讀中學嘅時候，啱啱就係80年代。咁雖然係一個中學生啦，可能都係讀中1、中2、中3咁，但係我都會覺得自己比平常嘅小朋友嗰個政治意識都高嘅，譬如我可能睇新聞啊、睇中英談判啊，咁然之後嗰陣時就覺得好煙悶嘅，如果用翻而家術語就好煙悶嗰個氣氛。如果諗翻嗰陣時，喂，究竟香港點啊？究竟20年後香港會點？大家都會覺得好困嘅話，甚至覺得好迷茫。咁所以我諗點解喺大學裏邊，喺個本科裏邊，其實我嗰陣時揀浸會大學就揀中國研究啦。咁當然我都有報其他學系嘅，譬如我嗰陣時好記得我係報呢個港大政治學系，咁但係因為我分唔夠，結果係呢一個候選名單都冇收。咁後尾就呢一個浸大收咗我。咁我覺得讀中國研究最大嘅得着就係、我諗第一可以話算係
作為喺殖民地時代我哋叫做可以話了解中國、認識中國最有權威嘅一班，即係本科訓練嘅一班即係學生咁樣。咁好多同學都後尾畢業之後，可能翻咗喺內地做嘢啊，或者各方面。咁所以我諗其實中港關係本身唔係就我哋想象中咁遠。好多時中港關係，你每日你住嘅區域、你嘅娛樂，或者甚至你嘅親戚朋友，或者甚至你日常身邊一啲遭遇咧，其實都可以咁講跌咗入去嗰個我叫前世今生呢個，即係一個咁嘅咁嘅情況。點解有一朋友就會問點解用前世今生咁玄妙咧？咁啊話説就係即係呢10年自己本身都可能喺某一啲思維方面都有一啲即係發展啦。咁好多時我都冇信一樣嘢叫做即係每一樣嘢都有因有果嚇。今日香港、今日嘅中國或者世界局勢搞成咁，一定有個原因。而問題關鍵就係話我哋願唔願意去知道呢個原因喺度。我唔好話咁快去到就係話我要探究原因係點。又或者甚至即係講到就係話呢幾年香港啲人會覺得個社會好撕裂啊，或者個社會好分化。咁你望一望你手指，10隻手指好長短㗎啦嚇，你唔會由10隻手指都係一樣長㗎嘛。即係我覺得社會有不同係呢個好正常。即係無論你話可能講到美國係一個咁種族唔同種族嘅社會，一定係有唔同形式，無論係透過社會階層，或者甚至係種族。或者甚至居住嘅區域都有唔同形式嘅一個即係分別，但係我唔會咁簡單咁快叫到話用分化、撕裂呢啲咁嘅字眼，因為我自己本身研究其中一個部分就係語言與政治。你用咩語言？你講，你點樣講？你幾時講？你點解咁講？你用咩形式講？其實都係一種政治。咁所以今日中港關係前世今生啦，純然都係一種我自己覺得去處理或者叫梳理翻過去差唔多話。由差唔多都睇先30幾年以嚟，有人會覺得即係究竟內地同香港關係或者叫做中港關係啦，咁即係究竟佢個變化會係點咧？簡單啲嚟講，或者甚至就係話透過一啲已經去世嘅人，或者一啲在世嘅人，或者甚至一啲年輕嘅人，或者你見到一陣間咧，我引用嘅一啲人嘅講法，我全部都係引用嘅講法嘅，係冇我自己講法嘅。咁但係唔係話冇。我自己講法意思就係代表我今日成個講座本身係冇一個我嘅主體或者我嘅一啲睇法，因為每個人講某句説話都一定有一定嘅特定嘅時空環境或者甚至關係上面嘅份啊嘛，即係話我喺呢個位我唔能夠講某啲嘢，或者我可以講某啲嘢，唔係言論自由問題咧，唔係學術自由問題，呢個冇關嘅呢個嚇，即係你都明唔明一樣嘢就係話你喺適當嘅時候講適當嘢咯。咁當然呢一個可能覺得就話。呢個理所當然㗎啦，咁但係實際上就係話，其實好多時特別去到一啲決策層面，或者甚至去到一啲層面你要表態嘅時候，某程度上領導人面對咁嘅環境，有時候佢都要逼到要咁樣講。一陣間你會見到其中一個例子就係話，當英方要逼中方就係話，喂，香港點啊？香港點啊？喂，夠期，咁你係咪真係要焗住個領導人要講就係話我一定要收翻咧？即係我可能就係、你唔好諗到一啲所謂領導人啊，或者一啲政治領袖講嘢係同平常人與別不同，或者係層次非常之高。其實有可能其實佢哋面對狀況，佢哋面對嗰個語境咧，可能同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實個情況或者其實嗰個狀況咧，可能差別不大。好啦，咁第一樣嘢咁當然就因為一個2個鐘頭講座啦，咁一陣間都會預翻一啲時間俾大家問問題嘅，咁我或者預半個鐘頭夠唔夠啊？半個鐘頭好啦，咁所以咧我會睇住個即係時間去做人㗎啦。咁但係我見到時間都即係相當緊迫啦，即係其實4點半之前就要完咗一部分，跟住4點半之後就係即係去到答問環節。咁或者俾大家睇一睇段片先啦。咁唔緊要，段片本身係即係冇一個所謂講段，因為其實都係一個即係紀錄片嚟嘅。開咗聲先 ，OK。咁我唔知一陣間會唔會聽到個聲啦，一陣間嚇。咁有咩問題我會留一留嘅。咁呢一段片好得意嘅，喺1949年啱其實你會見到一陣間有一啲片段咧，係會講到就係、究竟香港面對1949年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成立啦，或者叫做中國大陸
被解放之後，究竟香港市面嘅情況會點？都好順利播放完畢啦。咁頭先你睇一段片咧，有幾個畫面，可能大家都會有留意。第一段畫片就係有一個派報紙嘅姐姐啦，咁下一份報紙好明顯見到一個即係五星旗。咁大致上你都可能好多嗰段片都係呢個4月10月之後拍嘅，會係。咁另一個其實頭先嗰個旁白都講到誇，就係話我哋唔會重複1941年，即係英國即係戰敗同日本因為太平洋戰爭戰敗香港被即係日本佔領嗰個歷史咁樣，講得都好誇張。我講到覺得自己好似好掂。咁當然即係呢一啲嗱，因為呢一個必須Past 呢個紀錄片啦，咁當然唔多唔少都係一個，即係永遠我哋都會話你紀錄片本身，你可能唔多唔少有一啲政治立場嘅，或者唔多唔少都有一啲即係政治宣傳啊。咁但係如果大家有都可能認識一啲即係香港歷史，或者甚至係內戰時期香港歷史發展，你都知道其實英國係第一個西方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國政權嘅一個即係西方政府嘅嚇。咁呢一個當然用一個即係好陰謀嚟講法，咁永遠我成日覺得陰謀論你唔好當真啦，陰謀啫嘛嚇，講傾完笑完咪算咯咁樣。即係覺得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即係英國本身好功利啊，英國唔功利啊，或者英國人本身就咩都要計算嘅，我承認你，咁但係唔係代表啲咩嘢？咁啊覺得就係可能某程度上都係西方國家揾一個西方政權出嚟同你承認，起碼有咩事都有個即係比較親即係北京政權嘅一個即係西方國家，即係叫做有偈傾咁樣等等。咁但係其中一個可能嘅一個原因咧，就真係因為英國本身都要考慮翻作為戰後遠東一個幾重要嘅一個即係根據地香港。咁特別係喺1945年，如果有啲朋友都好可能都會熟悉歷史，就係如果當時呢一個即係香港響2次大戰之後咧，會交還俾呢一個即係蔣介石時期國民，即係中華民國政府。咁但係因為後尾即係可能一啲外交上面嘅一啲節糊啊或者各方面啦，後尾就係竟然先登陸嘅就係呢一個即係英國嘅一個艦隊等等。咁一個詳細講緊呢個兩個歷史嘅環節。咁當然有朋友就話：咦，你外國讀政治學嘅喎，咁樣咁點樣講得事？咁坦白講其實喺政治學研究裏邊咧，其實我自己本身比較最中意做就係一啲論述嘅分析，或者就係話某啲人講話某啲嘢喺咩時候講、幾時講、佢點樣講、佢講係咩目的？究竟佢講嗰樣嘢係咪已經經過深思熟慮，或者定係其實我都係講住先，跟住
事情發展落去會係點啦，就下回分解等等呢樣嘅情況。就正如呢一個，你都會見到就係1949年12月8號當時嘅形勢。嗱，如果你就咁睇當時嘅地圖，你基本上你會見到即係成個東亞大陸，除咗係雲南地區仍然係國民黨，咁所以其實點解80年代有出嚟叫異域咧，就係劉德華去做，就係講到關於即係有啲朋友如果中意睇舊嘅電影咧，即係金三角呢個地帶啦，金三角係呢個地帶嘅嚇，咁可能我用呢個字會清楚啲。咁你見到一啲國民黨嘅殘餘部隊喺度，咁然之後因為資訊問題，佢完全唔知道其實國民黨已經棄守咗呢度，結果就喺呢啲咁嘅又多山又多樹嘅地區就生活咗好耐，完全唔知外面發生咩事。咁但係實際上你會見到國民黨個勢已經退，咁甚至你會見到原本諗住係佔領海南島，後尾都撤退翻咗台灣。咁然之後你會見到即係甚至譬如話重慶啦，當時即係國民政府喺戰時嘅陪都啦，咁你會見到喺11月30號咧，即係嗰陣時蔣介石臨尾走就喺重慶跟住坐飛機去台北嘅嚇咁嘅情況。咁大致上當時西方政府或者當時嘅一啲回憶錄都有講到，就係話其實大家都知道國民政府大勢而去嘅啦，咁就英國政府都會明白到一樣嘢，就係話第一佢一要穩住香港，佢唔能夠喺外交上面同中共或者同呢一個新嘅政權咧係有一啲緊張關係。第二樣嘢就係話，如果佢唔能夠穩住即係遠東嗰個安全咧，嗱當時就未係冷戰嘅，當時仲未係冷戰嘅開始嘅。英國政府佢只唔覺得就係話，我穩唔住香港，其實唔多唔少對於即係戰後英國喺遠東或者甚至喺即係全球本身作為一個大英帝國嗰個即係明星都會有一定嘅即係影響。你會見到當時就算留北韓本身咧，理論上簽咗300線咧，你見到佢條界線都係一條直嘅，係未到去到韓戰，未到1951到53年一個比較緊張嘅情況。好啦。我翻返到歷史或者一啲歷史上面書寫嘅一啲即係部分。咁我成日覺得我哋經常要記得歷史，等於我哋做錯嘢，我哋要記得自己做錯啲咩嘢，我哋下次唔好犯錯一樣。但係亦都有一個好流行嘅潮語，就係話人總是不斷重複相同嘅錯誤嘅，嗰個叫阿寶。咁點解話咁多人會做咗阿寶咧？會唔會係記得唔夠痛？結果話不斷去重複嘅犯錯，不斷去呈現出嚟咧。又例如你會見到當時喺建政之後嘅中共政權，你會睇翻佢哋所講嘅説話，譬如一個説話好出名叫做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暫時維持現狀不變嘅意思等等嚇。咁喺全部後面都有即係有一啲即係引述嘅一啲資料出處嘅，大家可以睇得翻嘅嚇。咁因為你知嘅啦，要就翻啲大嘅字，咁資料引述就啲字細少少啦。咁希望大家見到。好啦，咁特別我好中意，我係廣東話叫妹嗰啲字嘅，要得真嗰啲字係咩味道？要讀一次，要睇一次。咁所以今日嘅講座本身其實都教大家去點樣去即係睇一啲文件啊，或者睇一啲佢哋點樣講法。特別你見到周恩來總理喺1951年回憶嗰度，佢講到：我哋喺全國解放之前已經決定唔去解放香港。中國共產黨人強調喺具體解決香港問題時，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現實，要謹慎從事，要避免喺條件不具備、時機不成熟嘅情況之下，從單純嘅革命熱情出發，犯冒險主義嘅錯誤。主張喺國內國際形勢對我哋有利嘅情況之下，一籃子地解決歷史遺留嘅問題。你會見到有一啲字咧，我係專登，唔係我去誇啊，係本身原文再去誇嘅。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坦白講，喺50年代嘅中國，佢面對好多國內嘅問題。國共內戰同埋2次大戰之後，成個中國經濟崩盤，已經唔好講內戰時期嚴重嘅通脹，大家都可能睇過一啲歷史上邊，你要食碗雲吞麵，你要拎一紮好似
梯田咁大陣嘅錢先食到雲吞麵。咁我記得我媽講翻嗰陣時經歷，甚至係你冇錢，人哋食完雲吞麵，你係要食剩雲吞麵嗰啲湯同埋嗰啲雲吞麵嗰啲包嗰啲皮，剩翻嗰一橛橛。咁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當時毛澤東或者甚至張學響一個建立新政權時期嘅一個咁嘅狀況，佢哋其實實際上都要係去處理戰後內戰之後中國面對嗰個經濟嗰個困局。你更加唔好叫講話解決香港問題啊，解決澳門問題。咁所以某程度上，當時領導人都叫做較為清醒啦。你可以咁樣分析啊。或者另一樣嘢就係話，你會見到其實好中意胡威條冒險主義。因為嗰陣時我自己喺本科咧，咁中國研究另一個嗰陣時有一科好中意就係我哋係讀黨史嘅，我係讀呢一個黨嘅文獻嘅。當時有一個加拿大一個教授叫關一球教授。嗰陣時我專登我收晒佢所有課嘅，就係其中一科就係去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嘅歷史，就透過閱讀黨嘅文獻。我當時你會見到呢啲咁嘅術語，冒險主義。咩叫冒險主義啊？冇諗清楚，然之後就係話革命啱嘅嘢我就去做，跟住衝去做，結果做唔錯晒。其實20年代中國共產黨嘅城市革命咧，好多時候衰在冒險主義。譬如我自己，我仲記得咧一個 honor project 咧，我係做廣州起義，唔係1911年廣州起義啊，係1927-28年共產黨唯一一個城市革命就係廣州起義。結果唔知好似玩咗個零月就收咗檔。問題一樣嘢就係話，你搞一個革命，你冇動員好群眾，你冇好嘅做啲工作，啲人甚至原來你嗰邊革命我唔知嘅，完全冇一個全面溝通工作等等嚇。咁所以當時冒險主義係一個好大問題，即係甚至我哋會話其實冒險主義仍然係即係存在緊嘅，其實仍然都係存在緊。即係好多時就係話畫下大霧啊，又或者就係話不如試下啦咁樣，咁可能我試一試，咁可能我攞到我要嘅，但係好多時咧我哋叫做你付出嘅嘢，可能你收唔翻你想收嘅嘢，甚至你係要甚至要付出更加多嘅嘢去補償翻你冒險主義犯嘅錯誤。好啦，甚至你都會感覺到當時嘅領導人嗰種霸氣嘅，嗰種咩霸氣啊？大家睇睇佢啲文字。喺國際鬥爭裏邊，我哋反對冒險主義，頭先解釋咩冒險主義啦。亦都反對投降主義，呢兩樣無論邊個安落嚟我哋頭上邊，響中國對香港、澳門嘅政策，證明中國人係膽小鬼，喺香港、澳門問題上邊嘲笑我哋係愚蠢嘅、可悲嘅，即係話你唔好帶我，即係用而家學生仔説就係你唔好帶我，你唔好話我冇膽，你唔好話我冇用，你用咁樣帶我係冇用嘅。因為佢後面嗰句説話最有大聲啦，中國人民並不需要在香港、澳門問題上面顯示武力。嗱，你留意係1963年嚇，嚟到證明自己反對帝國主義勇氣同埋堅定性。換句話講就係話，第一，你可以話當時嘅領導，特別係已經見證咗一段頗長時間啦，由1949年到1963年都經歷咗差唔多20幾年時間。咁但係諗一諗，好多時我哋睇嗰段文字都要睇翻當時嘅即係時代背景，即係當時其實當時中共都經歷一啲即係政治運動啦，即係可能係三反五反啊各方面。咁所以坦白講，就算你話之後有一啲文獻，好多領導，無論係周恩來、毛澤東等等，佢有講過一啲港澳問題嘅一啲談話咧，好多時你會見到大家都有一個好相似地方，就係話我哋唔急於解決。第二樣嘢就係話，我哋都唔需要做一啲好具體嘅嘢，係彰顯就係話我哋係有決心解決，我哋唔需要顯露出嚟就係話我用武力或者我用任何手段咧，去到即係顯示我嘅決心去解決港澳問題等等各方面。甚至你喺同年1953年，毛澤東有講到嚇，甚至我哋都相信其實當時領導人好清楚國際形勢。咁你會見到以下文字，你會見到啦。香港小部分係割讓嘅，大部分係租嘅，好清楚啦。相反割讓就講到啦，大部分講到啦。咁租嘅一定講新價國，香港唔可能就係割讓啦，永久割讓翻理論上嚇。但係之後因為唔承認不平等條約，結果都係講反㗎啦。租就係講到新價，99年。
呢個特殊情況我哋唔準備喐佢，我哋係要通商，我哋係通商要道。如果我哋而家控制佢對世界貿易，對我哋世界貿易關係都係不利。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即係如果特別如果朋友你嘅小朋友或者你親戚朋友有讀呢一個即係歷史科嘅，讀呢一個文憑試通識科，喺香港史部分咧，一定會有講到，即係香港本身對於中國一個好重要位置，特別喺經濟方面。個經濟方面就係喺50年代，當全球對中國禁運嘅時候，香港係一個好重要，即係中國對外一個好重要出口，無論係一個即係合法貿易，或者一啲叫做我哋記錄唔到嘅貿易等等都好，係非常之重要。咁亦都相信當時嘅人都好深信香港本身有一個特殊嘅自然價值，咁亦都唔犯不得去做任何嘢去改變呢個現狀。甚至佢點解1974年啦，甚至毛主席都明白到英國管理下嘅亞洲貿易同金融中心安全地位，起碼而家係咁，即係話一日我喺度，一日嗰個位置地位係不變嘅。好啦，如果我從呢一個角度睇，我哋嘗試揾翻一啲即係所謂檔案，當時英國政府殖民地政府嘅一啲檔案。咁當然而家好多檔案，第一你可以去觀塘嘅呢一個即係檔案去睇啦。咁有一啲其實你網上面睇嘅，或者係可能我自己本身有時間啊，有少少錢都可能去呢一個即係英國即係倫敦檔案去睇嘅。咁其中一個檔案其實之前有人都寫過文㗎啦，就係講到關於嗰個檔案編號就係 FCO 40/1990年。咁呢一個叫長遠研究關於香港嘅。咁其實某程度上英國人睇香港都好準，或者睇中國都好準嘅。譬如佢講到就係話點解當時中國唔收回香港，其中一個非經濟利益或者非經濟利益嘅嘢咧。第一，香港咁細，講得直接啲，一個都嗌死佢啦咁樣。咁所以就叫第二點啦。中國可以利用香港作為人質，迫使英國以及其他國家對中國讓步。甚至我哋會話其實香港重要性咧係唔單止不亞於呢一個即係經濟方面嘅。咁有一個可以叫公開的秘密就係話，其實香港某程度上因為當時嘅社會，咁甚至有啲朋友如果有留意到就係話國共歷史本身咧，香港都係一個好重要地位。由即係簡單啲叫右派工會，到而家右派工會已經成立啦，左派工會嘅本身實力消長變化。即係甚至我會去到即係話，其實即係國民黨政府喺香港嘅勢力，無論我好記得我後生嗰陣仲有一啲台灣嘅報紙、南報等等各方面嘅一啲咁嘅即係現象出現嘅。咁所以其實我諗香港本身喺某程度上喺情報方面都有一定嘅價值，甚至有一朋友如果住港島嘅即係小西灣咧，咁小西灣知唔知以前係乜嘢啊？小西灣以前咧，我讀書嘅時候咧，行到去柴灣面前就盡頭嘅，因為出整讀書嘅，咁然之後基本上每年水運會都係行一個柴灣面前啦咁樣。咁咧行到嗰個位係盡頭啦，咁但係原來喺個山後面咧，原來係有一個即係情報中心嘅，係當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情報中心。咁其實好多節目都有，即係好記得嗰陣時有個即係節目啊，唐志文教授都有講到提過呢一樣嘢。好啦，咁另一樣嘢好明顯你見到其實第三即係根據翻由50-60年代，或者可能你自己或者你父母好多。50-60年代因為經濟因素或者政治因素，即係我記得我屋企人咧就係先坐船由中山去澳門再香港嚟香港嘅，即係我媽嗰度咁樣嚟香港，咁好似係60年代尾嚟香港嘅，好似係咁樣嘅，即係比較舒服少少啦咁樣。咁但係有好多咧係游水落嚟啊，邊境行落嚟等等都有嘅。咁所以其實香港都好重要，因為香港係一個安全。你要舒緩特話地區人民嘅不滿情緒，特別1969年係文化大革命嘅高峰。好得意嘅喺西方歷史嘅文化大革命係1966到69年嘅，即係到即係好似19大就叫做停咗，因為佢覺得69年到新龍嗰啲時間咧，就係一個基本上係一個比較係權力鬥爭嘅時期。但係喺中國歷史一定就當文革10年嗰度睇。咁無論你話文革10年，定係1966到69都好啦。其實當時國外嗰個運動局面令到好多人走咗落嚟，即係香港咧。咁香港其實都產生咗一個好重要舒緩作用。即係唔單止即係大家有冇留意，即係我細個咧去呢一個即係
中資銀行咧，我好中意睇嘅，就係睇下當後尾冇睇就係嗰啲宣傳畫，即係嗰啲咧，見到毛主席同一班群眾一齊好開心，哇，好威啊！跟住又話見到啲農業發展好茂盛啊，全部啲禾田咧金黃色，其實黑白相嚟嘅，咁等等呢啲政治宣傳。咁即係香港本身都有一個即係宣傳作用啦咁樣。好啦，然之後啦，你會見到英國政府都好精喎，北京政府即係可以咁講啦，即係有時政治啲嘢，如果有啲朋友用啲好叫做咩？好叫做咩啊？好民粹角度去睇政治，即係而家特朗普同呢一個習近平主席喺度，大家玩泥沙啫嘛，或者叫玩鬥氣啫嘛，咁樣等等係。咁但係政治係咪咁簡單啊？好似兩個人去玩泥沙或者鬥氣咧？咁如果你睇翻好認真地去睇一啲即係文獻會見到，其實真係一個好精密嘅計算。第一，你收翻港點半隻香港先，你係一個即係政治制度咁唔同嘅政權，甚至係外國嘅反彈。咁當然有朋友就覺得而呢兩點有少少矛盾啦，即係話美國反應。但係當時諗一諗，1969年係冷戰高峰期，啱1969年就啱打完越戰。如果有朋友喺住喺灣仔知道，就係當時即係喺越戰好多美國戰艦嚟到香港，咁然之後擺喺香港最中意嚟到就揾阿蘇斯黃嘅嚇。咁蘇斯黃個故事其實都係嚟自唔單止因為喺60年代、70年代美國嘅艦隊嚟到呢一個即係香港停泊，跟住你知一定有一啲即係成年人嘅娛樂啊等等，於是就有一啲咁嘅愛情故事產生啦。甚至當時北京當局會覺得香港只係一個遠方民地區一角嘅小問題，我中意幾時解決就解決，呢啲咁嘅問題唔好由總理親自過問。你可以咁講就係話，其實69年大家已經忙於文化大革命，忙於唔同形式甚至全國性，由城市本身有城市一啲鬥爭啦。如果有朋友睇過，即係有一個學者胡邦波嚇，我唔記得咗佢嘅名啦，胡邦波，即係佢嘅博士文講文化大革命在武漢，大家已經即全國基本上已經係做一個無政府狀態。咁你問我話咁，但係其實根本當時北京政府冇能力處理香港問題，但係唔係代表即係北京政府冇做嘢喎。睇翻一段其實。之前舊年都有人做過一個專題，即係一個報導嘅，即係講到關於係呢一個，咦？點解喺聯合國嗰個殖民地名單裏邊冇咗香港同澳門呢？咁咧，我哋公道起見就引翻英文原文咧，原汁原味的嘅俾大家分享。我跟住部分上面只不過一個係中文翻譯嘅部分。好啦，呢一段嘢就係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國代表黃華嘅一個講話啦，咁講嚇，咁呢個用翻英文講。眾所周知，港澳問題係源自於歷史上面一連串嘅不平等條約，而呢啲不平等條約咧係帝國主義加諸向中國。香港同澳門係中國嘅領土係俾葡國同埋英國政府佔領，所以解決香港同澳門嘅問題咧係完全係屬於中國嘅一個主權問題，係唔再係 does not at all fall under the ordinary category of colonial territories， 並不係屬於所謂殖民地領域嘅嗰個範疇入邊。嗱，點解當時北京政府要咁做咧？要將港澳要抽翻起，佢唔係殖民地，所以從來港澳唔係殖民地，特別係呢個7.2節喺聯合國經過呢個過程之後，因為我嗰時讀高考歷史科，其實戰後世界有幾個歷史大嘅一個發展潮流嘅。其中一個叫做非殖民地化。我好記得細個，我唔係同你講多後生嗰陣啦，即係我哋幾唔細嘅，好多朋友都幾唔細啦，坦白講真係。嗰時個節目就講到關於英國政府點樣撤出殖民地嘅，咁然之後係用一個都幾陰謀嘅方法，就係話英國冇撤出殖民地冇好嘢㗎啦，一定啦，擺啲炸彈啊，擺啲地雷喺度咧，就你哋班友搞到你哋咧，俾你獨立咗冇咧都唔內亂咧。
都唔係好掂啦等等。咁當然坦白講，我對於一啲咁陰謀論嘅一啲睇法，我非常之厭惡。第一，你經歷唔到事實、歷史檔案考驗；第二樣嘢，你簡化咗某一個獨立地區，佢各自面對嘅政治、宗教、種族、經濟、社會問題各方面即係甚至講到印度同巴基斯坦獨立到分離本身，係涉及到一個宗教同種族嘅一個問題，唔係好簡單純就係為英國政府留低一個炸彈，然之後搞到呢一個即係印度大陸咧係亂晒龍，呢一個係不負責任嘅一個講法。然之後我哋講到所謂點解要抽翻咧，因為落親一個叫做殖民地領土嘅一個即係啲地區咧，理論上就係嗰一啲前宗主國啦，係要有方法措施讓佢哋咧係擺脱殖民地統治，即係無論你話係自治領又好，或者係獨立又好，咁然之後總之嗰啲殖民地宗主國咧就要解放呢啲國家，政治上面解放呢啲國家。咁當然可能好多時就係民主化啦，第二樣嘅本序就係民主化啦。咁所以其實根據一啲即係研究顯示就係話，其實某程度上70年代開始係第一波民主化。有一波其中個部分就係、即係歐洲有一部分其實係一啲即係獨立已經獨立嘅一啲即係非洲國家。咁當然問題關鍵一樣嘢就係話，每個國家本身佢哋嘅國民或者佢嘅政府喺制度化、法律各方面能唔能夠準備好獨立咧，又係一個問題啦。咁所以好明顯一樣嘢就係話，因為香港同澳門咧係被撇出呢一個即係殖民地領土範圍之外咧，咁就唔能夠用一般殖民地由呢一個即係殖民地呢一個咁嘅一個位置變成即係一個走向獨立嘅一個運動。咁所以其實即係北京政府都好周詳，已經定晒佢點樣解決香港問題。嗱，呢度頭先我都有講過下嘅，即係麥理浩啦，分得好高，大陸尺幾啊，咁然之後大家都好記得麥理浩嗰10年施政裏邊嗰個即係公共房屋啦、強迫教育啦，或者甚至其實70年代本身我哋慢慢勞工嘅法例有修訂，雖然一啲先進國家都有一段距離，但係起碼某程度上就話即啲譬如話一啲基本嘅勞工嘅一啲權利嗰方面咧，都起碼當時嘅即係港英政府或者叫殖民地政府都有即係處理嘅。咁但係同時間亦都有一個幾頭痛問題，你會見到當時根據黃文課響香港對中國恢復行使主權決策歷程同執行，係我哋浸大林思婷東西學術交流所出嘅一本書裏邊，圖書館同校名嗰下就麥理浩有講過啦。而家佢哋97年新界租約期仲有18年喎，但係你知㗎啦，國際財權，如果大家記唔記得買樓咧嗰份契點寫啊？即係999年期啊嘛，999年期啊，即係99年期啦，即係話，即係其實就同呢個舊生問題有關啊。我記得嗰陣時即係10幾年前，即係買樓嗰陣，大家好擔心，喂，深圳保記得保地價各樣嘢，大家都覺得好頭痕嚇。咁甚至會覺得會唔會97之後，如果有咩冬瓜豆腐層樓冇咗啊？大家會知又唔係覺得舒服咯，層樓又咁緊要，冇一層樓會崩潰啊嘛，你知㗎啦。咁所以大家都好緊張。咁我哋都好緊張啦。於是即係佢某程度上都係同一啲英資財團嚟試一試口風。咁1978年11屆新會全會，鄧小平啱叫做恢復翻職位啦，咁甚至開始改革開放，咁甚至其實改革開放都未開始嘅，其實即係你要去到差唔多7980年開始有所謂經濟特區，深圳嗰時都係條漁村仔，即係好似即係一啲完全冇發展嘅地區一樣。咁然之後你要上去北京和鄧小平點啊，咁鄧小平冇辦法，就係話希望英國人不要太早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都冇諗過係點答。我點樣答你話我繼續俾你英國繼續管治啊？定係我中國即時收翻啦？定係90年即時收翻？你要記住，任何一個答案會對於香港、中國、英國或者全世界都帶來好大嘅震撼。咁所以唯一嘅方法就係話得㗎啦，我遲啲會解決啦。咁但係我一定唔會攞翻嘅。咁點解一定攞翻啊？咁呢度其實已經係個伏線㗎啦，即係話解決嘅主權在我手。主動權喺我手，但係我點解決、幾時解決、點樣解決咧？可以慢慢再傾。然之後黃文課又稱放縮咧，已經佢喺2016
我諗有幾個其實同北京好密切關係人士，我係幾欣賞嘅。咁其中一個黃文芳啦，咁另一個叫廖耀珠。咁唔係因為廖耀珠曾經取消過牌定康，你嚟自巴夫嘅地方啦，要噴中立江啊，大家都仲記得啊。即係突然間啲少年記憶翻晒嚟，即係嗰陣時廖耀珠本身都係律師嘛，用英文寫翻出嚟。咁而係好少數嘅一啲即係親北京人士係好清醒，同埋佢係好批判或者係好尖鋭但係好準確態度，去睇出一啲即係當時即係中英談判、中英問題、香港問題嘅一啲關鍵。嗱，呢一度係直接引述《解讀北京思維》呢本書174頁，請大家打開174頁。咁上面一段説話咧，係直接引用翻鄧小平所講嘅和平統一係我哋國共兩黨嘅共同語言，即係等於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唔係你食我食你。如果你話你食我食你，咁啊成日都咁講啦。咁而家黃文放喺本《解讀北京思維》後面有一個即係叫附錄部分，就講翻啲古仔。咁但係黃文放佢就冇上一步講，就係話你自己睇完個古仔，你覺得點啊？你覺得咩教法？你自己諗啊。好啦，個古仔就係咁嘅。咁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兩節故事裏邊我收其中一節。一個80幾歲嘅國民黨老先生就話啦：大陸嘅國民革命委員會無論點樣都係國民黨啦。既然名為國民黨，又點可以由秘密嘅共產黨員去做主席呢？咁係唔係你大陸嘅國民黨俾你食咗呢？咁樣鄧小平講一國兩制就唔係你唔食我唔食你，又點解釋呢？咁然之後黃文放有一個咁嘅註釋嘅，就係話呢個已經係公開秘密啦。大陸嘅民主黨派領導層裏邊有好多秘密嘅共產黨員，由中央到地方領導都有，而家都係咁。我對呢個老先生嘅話，佢係無言以對。所以其實真係好有味道嘅一個，即係將兩條説話同埋一齊咧，都係一個好有味道嘅一個即係觀察嘅。咁你記住呢個説話1983年，咁呢一個當然係都係80年90年代嘅一個即係回憶啦，一個部分。咁當然有時我成日都話要溫書溫故知新，因為歷史正正係我哋理解而家現在一個好重要部分。又譬如我見到1984年，即係鄧小平講到一個國家兩個制度，即係講到嗰陣時係好認真嘅。我哋正如佢所講，我哋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嘅辦法解決香港問題，唔係一時嘅感情衝動，亦都唔係玩弄手法，完全也係由實際嘅出發，係充分照顧到香港歷史同現實情況。你會諗到一樣嘢就係話，其實鄧小平去到處理香港問題，我好相信喺佢嘅政治生涯裏邊都佔有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因為你諗一諗，由佢1978年正式喺11屆三中全會，即係叫做坐翻叫正一個即係國家領導嘅一個職位，去到佢1997年去世，咁當然基本上其實去到90年代，因為基本上都係江澤民開始即係掌握個政權，咁基本上係都係集中翻講翻即係80年代嗰個時間。你都會幾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其實要一個領導人要處理第一個國家改革開放一個咁大問題，而出現一個咁巨大嘅政治社會經濟轉變，再加上香港問題，其實對於一個領導人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咁所以我相信當時佢所講嘅嘢咧，其實係好認真，又或者係經過深思熟慮詳發，又或者佢亦都唔係一個隨隨便便講咗叫做講咗跟住就走數嗰一類嘅一個咁嘅做法。甚至會見到第二句説話，你要相信香港嘅中國人能夠治理好香港，唔相信中國人有能力管好香港，呢個係老殖民主義遺留落嚟嘅思想狀態。但係一陣間你會見到一個新興嘅內地學者咧，佢有一個截然不同嘅睇法。然之後啦，大家都好中意講愛國啦。未來香港特區政府主要成分係愛國者，當然要容納第二啲人啦，亦都可以請外國人做顧問。咩叫愛國者？愛國嘅標準係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主權，唔損害香港繁榮穩定。
至少啊，唔係就係少，因為打字啊，至少要具備呢條件。唔理佢相信資本主義，佢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啦。坦白講，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奴隸主義只係一個譬喻，即係話你喺國內領導人思維，佢哋會諗嘅一啲意識形態就係共產主義、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佢講嘅民主就係呢一個民主集中制民主，所以就要從佢哋嘅嗰個語境嗰度出發。咁所以即係唔好叫佢講話會唔會自由啊、法治嗰啲，即係其實可能佢冇一個完全冇咁嘅一個咁嘅英文叫 mindset 咁嘅一個咁嘅狀態去到理解嘅嚇。但係我諗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佢講個愛國者本身，其實就係話佢唔係嗱，會見到成句説話裏邊咧，佢係要求就係話尊重民族、尊重恢復主權、支持唔損害繁榮穩定。你話即係上乎啲咩嘅？你都係愛國者，你都係愛國者。比較翻譯100同版本係咪一定嘅分別咧？甚至唔要求佢哋贊成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只要佢哋愛祖國愛香港得㗎啦。唔好意思，有個錯字，唔知咩字表隻字，即係可能呢一句説話啦。香港人治港唔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嚟管理香港人，由中央政府委任。唔係由北京派出，所以呢啲人左翼要有，盡量少啲啦，亦都有啲有嘅。要理解唔係理解左右，左右個定義唔同啊嚇。即係好多時我叫香港左派，其實我係話係親呢一個中共啦。咁但係其實正統政治學嘅左派就係一啲我哋所講，就係話支持呢個勞工權益啊，支持呢一個即係比較係政治方面比較係進取保守同積極進嘅，咁所以咧，永遠留意我哋講即係譬如成日左家你要講清楚你講左係講乜先，你講係邊個政治組織啊、邊班人啦、政治理念啦，你講香港啦、內地一定係講成個政治學嗰個理念先，你先再講。好啦，你都小心啲人，亦都有啲人要平衡，所以有啲中間人。咁所以其實你嗰時基本上你會見到咧，語言上面有一個好寬鬆嘅方法。去到即係處理香港，咁當然黃文放得意嘅，佢有一段説話咧喺第14嗰度都即係都見到啦，就係頭先講得咁多嘢啦，咁又即係你講領導人講嘢好似好頭頭是道啊，又或者覺得即係覺得好似好有條理啊，好有決心啊，好有霸氣。咁咧黃文放有咁嘅觀察，唔知你哋即係點睇啦？佢哋話而家現今中國嘅決策方式，科學抉擇。係經過詳細嘅考慮、驗證後作出決定，但係中國最民主嘅決策方式只係幾個首長放下腦袋，幾個領導人開會，腦袋一同作出決定，然後睇翻轉頭考證係唔係行得通。咁其實某程度上你會見到，無論黑貓定白貓，捉到路上嘅貓，摸石頭過河咧，都某程度上幾符合呢一種即係咁嘅論調，就係話你做咗先講。做完之後再諗做得啱唔啱，然之後再修訂。咁好可當然有人會話呢一個叫做實驗主義或實際主義啦。咁但係某程度上亦都可以話，因為其實佢哋經歷咗咁耐嘅一個政治國內政治動盪，或者政治一個咁混亂局面，其實要去制度化、規章化去唔好管理呢樣嘢，其實係好難嘅，其實係好難。咁所以即係某程度上會見到黃文放本身，喂，科學決策咩叫科學決策啊？可能係經過諮詢啦，可能要經過一個即係科學嘅實證嘅一個考察啦，然之後透過呢一啲即係揾到係數據啊、資訊啊，去到幫我哋作出一啲政策選項，然之後呢啲選項要再決定佢哋嘅好壞，然之後你透過乜嘢定位立場，去到採納唔同嘅選項，或者會唔會採納選項1A、2B、3C。而唔係話單採納呢個一嘅選項，完全忽略本身呢個咁簡單嘅組合。好啦，甚至會見到啦，後面嗰度都幾得意嘅，提出港人治港嘅基本根據。既然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喺呢一度，你覺得你理解資本主義係一個經濟制度啊，定係一個政治制度咧？普通人就覺得係一個單純經濟制度。
資本主義講嘅經濟制度就講市場機制、自由貿易，或者甚至係市場可以自由出入開放等等，即係等於你哋呢一個即係文憑試經濟科最簡單嘅供求關係啊，即係翻對最基本嗰一套咩資加科學派，即係其實唔似好似類似資加科學派呢個江湖傳聞咧，即係其實你發現到喺大學讀經濟係另一樣嘢，唔係呢一個唔係呢一個文憑試嘅經濟科，就係經濟科。其實經濟科好多嘢，好多唔同嘅領域。咁但係我諗呢一樣嘢就係話佢講嘅資本主義係咪單係一個所謂經濟制度咧？定係我講所講資本主義裏邊經濟制度，法治好重要部分啦，法治啦。咁然之後，甚至資本主義制度裏邊好多西方國家行嘅資本主義制度都係講到一啲民主體制裏邊嘅三權分立啦、權力制衡啦，甚至我哋講到就係即係資本主義制度裏邊賴以維生一啲即係你有所謂競爭，即係市場競爭一定有一個即係透明開放角度。即係當然你話當時即係你理解資本主義80年代。中國領導人理解資本主義究竟佢用幾多咧？定係仍然都係保留住一個可能，即係嗰個國民黨年代，或者國，你要睇翻當時好多概念嘅理解嗱。當然我讀政治科學或者我讀社會科學，我梗係有一個較為通叫整全嘅理解啦。政治方面理解資本主義，經濟學上面理解資本主義，或者社會學上面理解資本主義係講啲咩？但係諗一諗，鄧小平成長過程，法國讀書，可能 feel 到少少資本主義。翻到國內搞革命，佢面對嗰個資本主義經驗就係國民政府。咁然之後佢理解嘅嗰個資本主義國民政府就係成班商人啊，孔氏呢一個即係孔氏家族啊、蔣氏家族啊、宋氏家族嗰一陣啊、維威禮啊嗰啲咩即係故仔。我細個其他本書好中意睇嘅，後尾拍成電影叫即係宋家三姊妹，都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即係回憶又翻出嚟嘅。即係嗰陣時就嗰時啲中三中學睇呢一個即係宋家三姊妹叫做宋氏王氏嗰啲，我覺得都幾得意就係、其實你會理解到就係話，究竟喺國內或者領導人理解資本主義究竟係啲咩嘢？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你理解嗰個資本主義都係可能一個比較係經濟方面啊，或者比較可能係偏向一個可能係財團式嗰個資本主義。其實都影響到就係話點解佢家庭嚟到香港之後，佢最主要去拉攏嘅嗰班對象係一啲上層嘅社會精英。好啦，然之後下面一段説話幾得意嘅。中國官員由上而下都係共產黨員，共產黨員係反對資本主義，又點能夠維護資本主義呢？因此當時第一個決定嘅原則就係人唔能夠由大陸派人去到管香港，香港只能夠由香港人去管，而且唔能夠干預。起咗方案嘅時候，甚至認為如果呢個方案失敗，就會係失敗喺大陸嘅干預上面。因此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8個字係相連嘅，唔係斬開嘅。甚至唔係而家出現嘅版本就係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完，或者係港人治港有括高度自治冇括，唔係咁嘅。睇翻放叔所講，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係相連，冇咗高度自治，實際上係冇港人治港。你要留意，佢哋係正正見證制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嘅一班，某程度上從公共行政角度，佢哋係一個政策制定嘅其中一個持份者，甚至一度好得意一個分享。咁有一朋友可以去圖書館借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咁許家屯係一個喺我細個睇許家屯嘅時候，覺得係一個伯伯啦。有時又好惡啦，係有時又好，即係有時細個睇大台新聞啦，見到又好和善喎，又幾好喎，跟住佢又同我哋理解一啲以往中共領導人有少少唔同咁樣。你睇一睇佢點樣識朋友嚇，呢個真係要好好學習。我喺香港做統戰工作嘅基本態度係待人以誠、以信、以禮、以私。對待朋友相待以誠，唔虛情假意，唔搞權術。相處之道唔講假話，唔能夠講嘅暫時唔講，用另一套方式講。
平等待人，相見以禮，大人物小人物都係一樣，仲要抱住生人行必有我師嘅虛心求救、求學態度，應該係求救態度呢位朋友，唔好意思。另外一方面，主要係啦，有啲朋友可能上網已經 check 有冇打錯字一樣。另一方面嘅原則就要有容有忍，特別係要容忍別人反對，甚至當面責罵，否則難以同反對我哋嘅人相處。就係冇辦法去爭取反對派，對反對派嘅批評同埋輿論，如有必要，可以喺報章上面辯論，甚至可以繼續做朋友。見面嗰陣可以辯論，可以小辯，可以唔辯論，淨係講友誼，唔講政治。通過朋友之間交換意見嚟講一啲問題，有情深可以適當辯論，由淺入深是對象嘅意義。從淡淡之間走向逐步深交，以及逐步改變反對者嘅質同量。呢一個可以話係比5星星級嘅一個成功講法，成功理念。你去同對方，可能你視為敵人，你視為一個反對者，你可以見到佢鬧佢、標籤佢、痛罵佢，甚至係羞辱佢。但係咁樣代表啲乜嘢咧？許家屯俾咗一個好好嘅示範我哋點樣去做喺香港嘅統治工作。唔知有幾多人仲記得？但好得意喎，許家屯又講到一啲幾得意嘅嘢嚇，即係呢本書陪咗我都廿幾年，呢本書廿幾年嘅，即係嗰陣時我做碩士我都經常睇許家屯呢度嚇。呢個説話都幾有意思嘅。你會見到中國共產黨黨章指出，黨係最高綱領，有最高綱領、最低綱領。咁當然成句説話你會見到，一國兩制係黨喺香港最低綱領，係當前鬥爭嘅方面。唔單止有啲革命嘅啲術語話語一定要用，咁但係唔需要太緊張咩叫鬥爭綱領，即係好多時佢已經慣咗嗰啲語言放作好，即係不知不覺等於即係廣東人有時大家熟唔覺意會加助語詞一樣，但係個助語詞冇意思，唔係真係問候對方，唔係問候對方發會，只不過係習慣咗咁。咁所以你會見到所謂講鬥爭，你唔需要非常之緊張，哇講講嘢。即係問題關鍵一樣嘢，其實究竟一國兩制係一個長期不變嘅措施啊？第一個叫做即係呢個叫做即係我英文叫 contingency plan， 即係咪一個即係見到而家嘅情況，我談住先，跟住將來會變咧。咁其實佢都話要喺將來方面探索，今日之後探索。即係當然，就算你問啊，鄧小平，喂，一國兩制係唔係即係行住先，跟住將來會變啦？你鄧小平都答唔到嘅。但係起碼佢會覺得嗱，作為一個實驗主義者，唔會諗將來太遠嘅嚇。因為實驗主義諗下，而家我做一樣嘢，有冇得到一個即時利益先？有冇一個即時效能？你得到即時利益效能嘅話，我就會做。你唔好同我講2047啊、2037、2027，對唔住啊，我已經唔響度啦。我2047都70幾歲，我都唔知自己響唔響度，你唔好諗咁遠。就要諗而家更加啲。咁所以某程度上，呢一個係一個即係開放式問題啦，即係究竟會唔會將來實施即係社會主義呢一方面。好啦。然之後啦，阿方叔其實喺回歸之後都寫即係出過兩本書啦。咁一本我哋浸大呢一個林思齊呢一個東西文化交流常出啦。咁另一本其實就係即係另一個出版社經濟部出嘅解放解讀北京思維。甚至佢都會講到一樣，即係我諗方叔本身喺呢一方面都係一個幾得意見解。我諗而家好多人都已經冇再提。佢會覺得究竟回歸之後，即係究竟譬如我講到共產黨喺香港嘅位置喺邊？咁不如聽聽佢所講。喺中方機構上面，共產黨繼續就好似駐外使館一樣，咁冇所謂啦。咁你其實你翻中聯辦啊、外交部嗰啲，全部都就冇所謂啦。咁大家都知係一個咁樣嘅事實。但係香港社會上面，共產黨包括社會團體同埋政團，應該停止發展，逐漸淡出。已經進入特區政府架構裏面嘅共產黨員應該全部退黨。換句話嚟講，你唔變啦。對中國自己政府係唔能夠搞打進去
即係講一套做一套嘅啫。究竟係聽共產黨話咧，定係聽特區政府話嘅問題？咁你其實黃文放本身或者放叔本身都會諗到一樣嘢，就係話，究竟特區政府官員係最終係聽到係聽共產黨話定聽特區政府話咧？咁佢好早響即係回歸之後咧，都可能意識到有一個咁嘅一個即係政治效忠嘅問題咧。其實未來嘅官員或者而家嘅官員要去處理。所以最近香港輿論都有講到少少關於六四啦咁樣。咁放叔都有佢嘅睇法嘅。回歸之前，中方某一啲領導人一直將香港101度嘅六四活動視為敵對政治勢力嘅反華活動，總係想利用政治壓力將呢啲活動壓落嚟，從來就冇認真研究過呢啲活動嘅成因，從來就冇想過寬鬆政策去疏解呢一個長達9年嘅問題。咁若我哋諗到9年，即係如果98年9，即係1998年寫呢段嘢。然之後佢亦都有一個本集，任何一項政治性、群眾性嘅社會運動，持續9年仍然有數萬人參加，係有佢客觀必然嘅原因。呢、這個簡單嘅政治常識，特別係6四情意喺全世界已經消失。你會見到基本上，你諗而家你去譬如話你去唐人街、倫敦唐人街、紐約唐人街，或者甚至悉尼唐人街，呢基本上你6四都冇嚟，基本上即係唔好講話。而家我自己有一個幾得意發現，就係話其實而家華埠裏邊本身其實即係親北京勢力嗰個即係發展，其實都好迅速，佢相關嘅團體啊，動員能力都好強。即係如果大家見到即係領導人外訪，咁你見到佢哋動員一啲即係當地嘅華僑啊、羅生去歡迎領導人咧，嗰個即係威力都好大。咁但係香港得意唯獨香港不散，就更加值得中方領導人認真研究。重新檢討過去政策得失。咁所以其實放出本身，如果你話佢而家仍然生存緊嘅話，睇而家香港嘅情況，唔知會點。好啦，03年話咗監一單咁大嘅事啦，好啦，開始有少少變啦。嗱，跟住落嚟我講嗰啲人咧，第一，嚴格上佢哋冇經歷過80年代中英談判嗰樣嘢嘅。即係某程度上，佢哋係另一班人，佢哋完全冇經歷過一個中英談判歷史啊，香港回歸90年代成個歷史嘅，即係完全係一個他者嚟嘅過程。咁然之後因為某一啲原因，佢哋研究一啲香港問題啦、各樣嘢等等啦咁樣。咁有2個人記呢度即係改咗2個人，第一個人叫做曹怡寶嚇。可能有啲朋友都留意到，曹怡寶本身其實喺中聯辦做一啲即係研究工作啦。甚至有朋友，如果你 Google 曹怡寶都有好多關於佢嘅一啲即係經歷嘅，喺呢一個即係香港嘅一啲經歷嘅。咁佢其實喺2008年，佢有篇文章，首先出現喺學習時代，咁然之後不斷俾一啲即係國內嘅一啲即係項目咧係轉載嘅。佢有咩講法？你比較翻曹怡寶嘅講法，同埋之前領導人講法，已經有一個好大嘅分別。香港特區享有嘅高度自治權，同佢作為直轄於中央政府嘅地方行政區，而中央擁有對於佢管轄嘅憲制權力，係統一於一國之內不可分割，又不能夠互相取代嘅2個方面。好啦，大家諗下究竟講咩？即係嗱。句字拆出嚟啊！直轄於中央政府地方行政區域啦，係嘛？即係某程度上叫地方政府啦。中央擁有嘅管轄憲制權力，因為根據即係憲法嘛，中國憲法嘛，82憲法嘛。咁咧最近我知改憲法啦，又8憲法，咁然之後有附件，然之後又加多一條就係97年香港係成立特區香港特區政府咁各方面再加添嚇。跟住後面啦，在統一於一國之內不可分割，又不能互相取代。嗱，不可分割，可能你睇尋下你啦。有時我覺得有啲複雜位嘅，因為中文嚇不可分割。可能係呢個中央同地方，即係可能不可分割就係佢係一個中央政府或者地方區域。但係嗰不可分割，佢係中央擁有對佢管轄權嘅憲制權力，呢、這個不可分割嘅。
咁所以真係要逐隻字掹出嚟、拆出嚟，去到隔離。我平時研究工作就係做呢一啲嘢啦，就玩文字遊戲嚇。別人寫嘅文字就成為咗我研究嘅一個對象。有時就好似開刀，有時就好似將啲器官咧移翻位啊，將啲骨駁翻埋啊，等等一類嘅工作，或者將血管再駁等等，又或者有時唔覺意神經線駁咗血管咧，就拆翻條神經線出嚟，駁翻神經線，血管駁翻血管，但又不能互相取代兩個方面嚇。咁可能就講到地方行政區域同埋中央政府地係等等啦，呢方面啦。一張管治力嘅方面必然出現兩支隊伍，好奇怪啊！點解出現兩支隊伍？咁之前冇講過喎，咩兩支隊伍？都唔係一國兩制之前回帶，係啦。睇翻課叔所講，分翻條帶，點解又出現兩支隊伍咧？加咗嘢喎。加咗料啦，兩支隊伍，其中一支體現一國原則，行使中央管治香港憲制權力，但不干預特區自治範圍內事務的管治團隊，這就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咁某程度上有啲研究就發現，其實03年7·1，又或者董建華嗰個施政咧，係令到中央政府重新考慮翻對香港嗰個管治係咪有一啲調整或者調節嚇。咁坦白講話，即係你比較翻基本法22條啦，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嘅事務。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長將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嘅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下面係一個基本法嘅一個條文，上面係一個研究曹義寶嘅一個即係提出嘅觀點。我係點樣去解讀呢兩樣嘢？其實又好似有一啲少少嘅一個即係一個代溝或者鴻溝喺度咧。當然因為篇幅翻嚟，我唔能夠引晒成篇文啦。咁但係我覺得呢段裏邊咧，嗱，起碼你都會見到佢提出兩支隊伍。其實基本法裏邊係冇提過有兩支隊伍，咁呢一個係會加上去嘅，嚇，呢個肯定係會加上去。咁同埋佢第一支同第二支隊伍之間究竟關係係點？當然睇翻嗰個即係原文啦。咁但係好明顯一樣嘢就係嗰個即係我諗兩支隊伍或者甚至係如果你睇翻一啲報章後尾分析咧，都會講到即係某程度上其實特區政府嘅自治唔多唔少係因為即係過往響嗰10年都認為管治表現，令到即係中央要處理即係之前呢一個問題咧，而真係有所一個即係調整，又或者其實跟住落嚟去到即係2000年代後葉，去到2011年去到而家，你會見到其實一定嘅變化咧不斷，其實基本上都係根據曹義寶嗰個即係觀察咧嚟到去做。然之後再有一個人，即係另一個人叫嚴小俊啦。嚴小俊係香港大學政治及呢一個公共行政學系嘅副教授。咁佢本身跟嘅師傅係 Elizabeth Perry， 咁研究中國嘅一個，即係佢好似研究呢一個，佢博士本身係研究呢一個，即係類似 social contentious politics， 即係類似一啲即係社會政治問題。咁但係即係佢呢幾年都對香港問題有興趣啦，咁出咗幾本書，其中一本叫《香港治與亂2047政治想像》，2015年嘅。咁喺佢呢度咧，其實都有一個幾得意觀察嘅，我引咗佢即係兩段嘢都幾得意。呢兩段嘢其實大家睇完都會覺得，咦！即係當然其實如果你向圖書館借本書，都會有好多即係好明顯一個即係國內學者受過西方政治科學嘅訓練之餘，然之後佢嗰個訓練又要結合翻中國嘅國情，然之後佢以中國國情為主體，去到解釋一啲香港現時政治嘅現象。好啦，睇翻嚟美國先啦。
佢啲文字就咁嘅。其實你會見到北京當局對於香港本身擔唔擔心，放咩位置，驚啲咩嘢，擔一啲咩嘢。其實喺唔少種呢段文字裏邊咧，都係一個幾得意嘅觀察。佢就咁講嘅。同時為咗唔俾一國兩制落實造成衝擊，北京喺社會交往同埋文化交往兩方面，軍隊回歸後香港保持甚至加強咗原有嘅區隔措施。你發覺到係文化同社會交往，特別佢講到文化上面。文化上面，儘管20世紀80、90年代香港小説、電影、音樂同電影等文化產品喺內地風魔一時，影響咗整整一代青少年。其中一個例子，梗係周星馳啦。周星馳電影唔係點解周星馳做政見呢？但係北京對特區喺政治上面對內地可能產生嘅潛在影響而給予高度警惕。通過所謂深港一線呢條實在嘅行政邊境線，好明顯嘅條線啦。甚至你喺內地睇香港大台嘅節目，去到某啲位係會出一啲唔同嘅一啲節目啊、廣告啊各方面等等，都係某程度上都係一種或者條線，即係個中港唔同不一樣嘅一個即係部分。北京喺香港喺政治話語權裏邊對內地可能施加影響，關閉喺路橋以南嘅地方。咁所以其實香港嘅政治變化、政制變化各方面，北京本身唔能夠單憑一國兩制、港人自治、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呢一啲部分咧，去到説過去嘅。其實內心都某程度上，調翻原主要信教授講法，都係一啲潛在嘅恐懼喺度，潛在嘅恐懼，所以就要分開。甚至其實嚴教授對於某一啲而家喺香港從政嘅人咧，都係啲幾得意嘅觀察嘅。北京為咗保證香港順利回歸之後而採取嘅一連串政治上優容、經濟上扶持嘅政策，使到部分香港精英人士形成咗會喊嘅細路有奶飲嘅印象，甚至喺行為上邊形成咗動輒以香港嘅繁榮為要挾向北京予取予求嘅習慣模式。我係睇晒所有書，跟住抄一啲重要關節佢同大家即係做一個即係分析啦。咁即係你都會見到其實阿嚴教授對於香港政治本身都有好多好獨特嘅見解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見解係最有趣。你話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嗰就係咩人？嗰就係咩質地嘅人？原來嗰一紮質地人就係嚴教授所形容嘅嗰一紮會喊嘅孩子，甚至好多時動輒用要挾中央，我用香港方面做要挾，向北京攞嘢，或者叫舊嘢啦，用呢一個即係平民術語嚇，甚至係香港政治界積敗，而家呢啲都繼續即係存在緊嘅。咁所以我覺得嚴教授呢個觀察，我覺得都會有心思嘅。好啦，因為我講到呢一個即係前世今生啊嘛，係嘛？咁然之後另一個出場嘅教授就孔誥烽教授，孔誥烽咧嚇，咁有篇即係幾得意嘅報紙名叫《一國兩制真的好》。咁坦白講，即係如果話一國兩制實施咗咁多年，出現咗咁多嘅狀況啦，或者出咗咁多困難，而坦白講，從一個計算角度，我解決一個問題，我嘅成本只會越嚟越大嘅話，即係等於早陣子有朋友有債務糾紛嗰間公司，大家要拆夥，然之後有一個合夥人佢死都唔還錢，然之後就話我要退股啊，我要退股啊咁樣呢個咁嘅情況。咁我朋友作為股東，你當然可以繼續追還錢，係咪？如果大家有做生意，大家知咩事嘅。但係如果佢話，既然主動退出嗰間公司嘅股份，坦白講，你又留喺公司，佢又唔會還錢俾你，
佢又唔會對公司作出任何貢獻或者承擔。佢如果要話退出，唔買依間公司，我朋友作為依個股東，梗係求之不得啦，因為我少咗麻煩。甚至我朋友佢同我講話，我寧願你唔好還我錢，你都唔好繼續搞我間公司。話唔定我間公司嘅將來會賺錢係因為你唔肯得。坦白講，大家都係計算啫嘛，計得同失啫嘛。你會計學上面嘅嗰個即係平衡試算表裏邊，你賺到幾多啊？你蝕咗幾多？你係計有同數，心都有數。如果你係一個清醒嘅人，你係一個清醒嘅人，一個正常清醒嘅人啊！你如果係唔正常清醒就嚟計啦，呢啲我就唔識計啦，呢啲真係我常識度嘅環境裏邊去計。咁所以孔誥烽，你覺得佢所講一樣嘢就係、譬如話香港實際上邁向一國一制嘅時候，北京仍然喊住一國兩制擺喺嘴邊，然之後就係覺得會唔會係即係京官亦都經常投訴香港人太注重兩制而忘記一國？如果係咁樣，點解北京唔正式宣布香港進入一國一制呢？點解不斷口講一國兩制，讓港人繼續產生幻想呢？點解要蒙呢？叫法呢個蒙呢？係嘛？咁呢個真係好視乎各位或者視乎一個香港人點樣睇佢自己喎。可能法國好開心咧，唔想面對現實。有人會覺得就係話，我要面對現實，因為我要嘅生活係實實在在嘅。咁呢一個就好視乎你嗰個即係價值觀點咯。好啦，最後尾啦，去到即係我今日講座嬲尾個部分。咁就新鮮滾熱辣啦，因為啱上個禮拜出爐嘅，就係、一個即係新聞黨啦，咁做咗一個問卷調查。咁我經常都會話，你睇問卷調查嘅新聞報導，唔好睇新聞報導咁少，係睇嘅就上去網站下載佢嘅整份報告，或者佢有啲其實當然其實理論上應該係我可以睇到成份報告嘅。如果係一個實際上面在一個民意調查裏邊，研究機構係有責任將成個報告，包括埋問卷嘅正本係呈現出嚟。暫時我見到新聞黨網頁，我就見到佢嗰個即係 PowerPoint 啦，好似今日我都用 PowerPoint 啦咁樣。咁你都會見到就係一個即係咁嘅調查。咁大致上個調查係舊年到今年做啦咁。基本上從一個民意調查嘅角度咧，基本上佢係一個合格嘅民意調查嘅。第一，如果一個民意調查佢實問者超過1000人咧，基本上佢嘅誤差係3%到6%啦。即係話其實第一樣嘢從嗰個即係參與人數嚟講咧，已經係符合咗一個即係民調基本上面可以接受嘅一個即係標準。第二樣嘢我呢度就冇節錄嘅，就係佢抽樣有效，佢既有中亦都有應中，亦都有唔同嘅區域。咁亦都符合到我哋響研究方法上邊咧，我哋譬如話一類抽樣，即係譬如話我自己教即係民調同呢一個即係民調調查設計嗰方面咧，響抽樣調查方面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話你盡量抽唔同區域學校、唔同種類學校，我叫做比例式抽樣。譬如我抽中、英中，譬如我抽港島區3間、九龍區3間、新界聯島區4間，甚至我哋會再用唔同地區學校分佈數目，制定一個比例，然之後根據呢個比例咧去抽幾多間學校。譬如佢總數係抽到11間嘅，咁如果我假設港九新界嗰個中學嘅比例係3:3:4，咁你咪港島抽3間，九龍抽3間，新界聯島抽4間，咁而3間裏邊1間英中1間中咯，咁咪符合咗我哋即係抽樣嗰度嗰個即係叫比例性抽樣嗰個做法。我平時教學都係咁，都係教呢啲不應該係啦。咁然之後佢都有列到一個即係回應率啦，回應率17%啦。咁因為始終喺學校做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利用翻即係課餘時間啦，然之後學生做問卷，然之後學翻職場生問卷去做嗰個即係民意調查，即係做呢一個問卷調查。咁同埋我一樣嘢都強調就係年紀太細嘅人係唔適合做調查，因為佢係唔理解個問卷內容各方面。
咁我唔知各位有冇睇過嗰個新聞報導啦。咁我覺得原汁原味咧，我直接將佢民意調查嗰個分析咧係呈現俾大家睇。各位在座嘅朋友，你哋手機有冇一啲微信帳戶啊、WeChat 啊嗰方面咧？原來你發現到香港中學生同內地嗰個生活嗰個接觸程度關係係非常之密切嘅。無論佢去過內地啦，有可能因為我有親戚喺大陸，或者佢參加過程交流團，或者甚至有時週末跟爹哋媽咪翻深圳食嘢啊，翻鄉下探親戚等等。識得睇簡體字啦，有微信帳戶啊，有睇內地網站啦，甚至用淘寶買嘢啦等等啦，或者甚至搭過高鐵嘅。咁所以千祈唔好話我哋年輕人對祖國唔認識。你睇呢個調查基本上不成立。但係你睇翻呢一個民調查咧，就大家都好吃驚。咁我冇睇嗰日嘅新聞啦，咁究竟即係相關政黨嘅人員去報告呢一個嗱，你知啦，通常搞呢啲即係叫做即係記者招待會，一定要講啊，點解啲細路仔咁揀啊，啲細路點解咁揀啊嗰方面。咁你好明顯見到嗰個即係數字呈現出嚟個情況。願意翻到中國大陸實習工作定居，非常不願意。你見到係嗱，實習2成6不願意。如果你將0到5加埋咧，仲有6分鐘，跟住去到呢個觀眾自會知道係啦。你會見到其實個比嗱，你會見到6到10咧加埋，你諗7、21、30零，你見到40零嘅其實係40零係唔願意。好啦，甚至去到另一條題目，願意到中國大陸定居，佢呢一度你其實見到咧係專登將4組數字呈現出嚟嘅，總數喺內地出世、香港出世，同埋認為中國將成為世界強國。雖然你會見到有4/7嘅人佢承認中國係世界強國，但係竟然有67%香港出世嘅唔願意翻中國大陸定居，亦都有23.3%唔願意翻到中國大陸定居，而總數有58.2%。其實呢個係即係幾得意嘅。我自己本身就冇教過中國9個研究上講，咁雖然我都有即係讀過一啲中國研究碩士課程，一啲學生就比如幾年前已經係咁都會有一個幾得意發現一樣嘢，就係即係研究嗰種矛盾背後嘅嗰種所謂複雜性，其實就複雜啫一個術語啫，即係嗰種即係又肚餓又唔食飯啊，又口渴又唔飲水嗰種係咩心態？呢個啫嘛，你口渴做乜唔飲水咧？肚餓做乜唔食飯啊？你食得下過飽啊？你做乜仲食啊？你飲水飲到已經想作嘔，你做乜仲飲水？就係嗰種心態，就係嗰種心態。甚至有人即係譬如話呢份報紙 cap 圖咧，阿呂大樂教授，香港教育大學嘅社會學系教授佢講到，社會需反思點解中學生了解同接觸之後仍然批評中國。咁呢個真係好有意思一個題目，即係唔單止社會啦，社會好大啊嘛。咁阿呂教授已經講得好係，你哋全世界都有啦嚇。好啦，可能個時間就好嘅，而家剩翻4分鐘。你知道啦，我哋做講座好多時會入一個陷阱，就係好似出去食自助餐。自助餐日本話叫做乜嘢啊？放題。食放題，我而家開始講我想食放題。放題放到拉到題目108000里都唔知講乜，我永遠都會拉翻自己轉頭。呢度係一個基本嘅學術訓練嚟嘅，即係好多時我哋睇學生啲論文咧，點解前後後面揾啲嘢唔同嘅？你係咪亂抄一東，跟住抄到東一撇西一撇咁樣等等？咁所以經常去提醒自己，特別係一啲即係講座各方面咧，經常要貼題。即係經常，因為我後生就係教呢一個即係歷史科嘅，即係教歷史科，高考又教過，陸考又教過，初中又教過。咁當時即係當然其實中學老師教歷史科嗰陣時講考試係一個好大決心啦，好承認一樣嘢係即係一個要慚愧時刻。咁但係好多時貼題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今日嚟係咩目的咧？
想聽啲咩嘢咧？係咪想聽到自己想聽嘅嘢咧？定係聽到自己唔想聽到嘅嘢咧？定係聽到一啲自己意料之內嘅嘢咧？定係聽到一啲意料之外嘅嘢等等各樣嘅？希望每個人今日聽完翻嚟之後都攞到一啲嘢翻去諗啊，同朋友交流啊、分享啊各方面。咁但係有一樣嘢其實已經超越咗中港關係。我哋講到前世今生呢一樣嘢，即係講到好似好玄妙。我自己都講玄妙人，我自己人生經歷。即係有睇新聞台，我睇新就話呢條佢後生好苦，係後生就好苦。咁但係雖然後生苦，但係我唔捨得，捱到今日喺2018年4月10歲，有多喺度廠度繼續同大家講嘢。咁就我啱揾到一個幾得意嘅漫畫，就係豐子愷呢個。我幾中意睇佢嘅一啲漫畫，一啲佢嘅創作。佢啲創作表面上面係一啲好溫馨，你見到一家人捧住一啲收成翻去啦，呢個幾開心嘅見到，兩個細路捧咗個大，然之後後面好似媽咪嘅物體啦，捧住兩個細少少翻去，我乘住係西瓜，唔知係咪因為天氣熱啦，食西瓜咁樣。佢説話幾得意嘅，人有行言，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瓜種豆，因也得瓜，得豆果也。有因必有果，乃自然之理。面對我哋而家身處嘅環境，有人會覺得因果呢樣嘢離我好遠，但問題係因果係會存在，但因果唔會話俾你知幾時佢會產生效果，唔會話俾你知佢喺20某某年某月某日佢會發揮一個作用，或者甚至發揮一個彰顯出嚟。但係歷史話俾我哋知，政治發展各方面經驗話俾我哋知係冇因果。問題係我哋作為一個渺小人類，我哋冇能力或者冇可能去到掌握個因果幾時出現、幾時發生。但係我哋每一日所言所行、所作所為，正正係為呢個因果天馬所養分。無論佢係雨水，佢係泥土，佢係陽光，而呢個因果最終有一日佢會呈現出嚟，我一定留意。我今日嘅講座去到呢度，多謝各位。